少废话，走！这是打方的规矩，想搜就搜，没那么容易。海兄弟，海兄弟，皮特兄，昨晚我等了你一夜，不见你回来，所以我自己找来了。现在外面正打得热闹，很混乱，咱们趁机赶紧走吧。好，快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斗嘴？哎，这一掌算是我活了以前欠你的，咱们以后啊，我知道，各行各路了。海兄，快走啊！快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这两个苦命的姐妹，终于又见面了。是啊，我和姐姐太久没有见面了，今天真是太高兴了。这个乌七八糟的地方，不知害了多少好姑娘。我真恨不得一把火把它烧了。哎，师傅，这个人恶屋不邪呀，你要怪就怪那些老鸨。不必真的烧屋吧？难道师傅您还想做一回楚霸王？贫嘴，我才不会那么疯。不过，乱烧房子都是那些没头没脑的蛮汉做的事情。我看这楚房子一定留下了不少害人者的血。今天，我一定要洗洗这里的霉气。师傅。谁会愿意出卖色相？如果他们有悔改之心，我看还是把他们都放了吧。好，就冲我大徒弟这句话，今天我就放了你们。不过，如果你们继续再干这个行当的话，可就别怪我九子鬼母心狠手辣。谢谢鬼母。去吧。走吧。唐哥哥呢？大家不用担心，我知道唐哥哥在哪里。在哪里？我带你们去找。他没事吧？状况不是很好，我们赶紧去。啊。
他原来就在这里的，我亲手把他藏在这里的。灵儿，你不用担心，虽然不见了铁中堂，不过他可是大好人一个，他吉人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啊！水姑娘，相信我们，一定会找到铁兄弟的。谢谢你们，我明白。哎，对，没错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不用担心了。小华又耍贫嘴。亏得我这跛脚啊，是一脚长一脚短。亏得清霜姐你呀没把我给绑上，亏得我及时醒来呀，看见这熊熊烈火。亏得我仁慈，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给救了。那亏得我没把你给杀了。你还耍贫嘴？清霜说的没错，都是你独行独断，差一点闯出大祸来。你用驴压着人家铁中堂，谁知道你是哪门子恶匪？不杀了你才怪。祸是你闯的，救人可是分内的。这条命啊，那是你的造化。哎呀，师傅，那还不是我聪明啊！错有错招，急中生智，化险为夷了嘛。好了，小孩不要再闹了。真没意思。小兄弟，别动啊！小兄弟，你中了剧毒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跟我的爱人上路，在路上遇上一个叫什么白的啊。这个人看上我的爱人，他把他抢走了。这个卑鄙小子，他竟然还向我下了毒。沈姓白这个混账东西！对，这是天武镖局的独门毒药，很厉害的。不要紧，我有解药。谢谢前辈。当时生怕铁中堂被疯女们发现，只顾把他们引开，慌乱间没留神脚下。妹妹，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？姐，你别为我难过。虽然这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但也不至于饿肚子呀。我在这当的是厨娘。厨娘？你还伺候他们吃饭啊？那也强过伺候。我这不也是给逼的吗？难道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？好妹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只是惊讶你还会做饭。以前福伯伯不是总说，丫头大了得学点看家的本事吗？做针线，做饭，要不以后怎么能嫁得出去呀？可是该学的我都学了，该做的我也都做了，可姐，你别误会啊，
福伯，是咱们冷家对不起人家。福伯他怎么了？他被沈星白。是被我害死的。姐，你别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背呀。可是我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犯了那么多的错，我不但伤了爹的心，我害死了福伯，还有云坑，他死得那么惨。姐，有时候我真的在想，要不是我犯了那么多的错，连累的大家，害了那么多的人，妹妹，我实在扛不住了。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真的希望我能够一头撞死，姐，了断我这条害人的命。姐，可不能这样说。为了云坑，我此生无悔。姐，瞧，你多幸福啊！至少你比我强，好歹你不是孤单的。还有个寄托。我只是觉得爹，他真是太可怜。爹，他真的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，是吗？除非真的能够化解大齐门和五福的恩怨。灵光姐姐，你是在担心铁大哥吧？为什么这夜里流泪的女人，为的都是大齐门的男人呢？妹妹的意思是，灵光姐姐，我只是姐妹失散多年，见面难免叙旧，有些伤感而已。其实我也为云坑大哥和清霜姐感动，他们都是好人，铁大哥也是个值得信赖、值得托付的人呐。姐姐若真的爱上他，为何不愿正视自己的感情，勇敢地面对呢？就像云坑哥和清霜姐一样。
能这个事能面对又怎样？我是爱的，我爱铁中堂，可最终还是不能和他在一起。姐姐，你要坚强一些，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凡事事在人为。铁大哥他，别说了。我和堂哥哥是兄妹，是兄妹呀！我们不可能成为夫妻。人世间情仇太多，还是天妒有情人？难道相爱的人都不能成为眷属吗？前辈，我看你们姐妹两个人，要不然先随我回鬼谷去，然后再做打算。多谢前辈关心。我现在只想找个地方，好好的把孩子抚养长大。也好，不过路途险恶，我真的很担心你们孤儿寡母的，怕是不容易啊。多谢前辈关心。我自会寻找落脚之处。那你呢？我决定去找他。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多留二位了。此地别过后，两位请各自保重。多谢前辈。多谢前辈。随您回鬼谷去，请您收我为徒吧。灵儿，来，快起来！灵儿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这么说，你要成为我的徒儿了。从今天起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以后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啊！哎，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过来认过师妹？师父，师父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哎，师父，我不回去。小华，你又耍什么花样？我要去找那个沈信白报仇，把他切成24块，一块一块扔下水去喂王八。你去报仇？你打得过人家吗？那你陪我一起去。哈哈哈！你害怕自己打不过人家，就叫我陪你一起去。哎呀，我是怕，不过我不是怕打不过，我是怕我一冲动就要闯祸了。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，那不就没事了？报什么仇？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走，师父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师父，我不走，你让我去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哎呀！
怎么大酒楼不去吃，跑到这里来吃来了？师叔也来这里了。这鸡腿的味道不错，要不你也尝尝？叛徒，别再想耍什么花招了。等我带你回去见到你师傅，到时候你再笑不迟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叔，饶命啊！我现在不会杀你，等你回去以后再收拾你。给我带走！师傅饶命！师傅饶命啊！徒儿知错了，弟子知错了，弟子改。弟子愿意做牛做马，侍奉师傅一辈子。师傅饶命啊！混账！你本来就应该侍奉我一辈子，可你小子贪生怕死，只求自保。见到师傅有难，你转身就跑。像你这样的牛马，我留你一条命有何用？师傅饶命！哎呀！饶你一命，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怎么，说不出来了吧？去死吧你！铁中堂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知道铁中堂在哪儿，我可以带师傅去找他。再说一遍！我说真话呀，师傅，真的，我真的把铁中堂抓住了，而且让他身中剧毒，无法行动。谁知半路杀出一伙女黄蜂，把我给截住了，还敲诈我的钱财。哎呀，也是怪徒弟经验不足，看他们人少，就和他们打了起来。谁知道他们用上了迷药，把我给迷晕了，所以现在铁中堂可能还在他们手上。哎，大哥，只要咱们找到铁中堂，这大齐门的宝藏，可就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。好，沈清白，你的脑袋暂且记下，等拿到大齐门的宝藏再还给你。多谢师傅不杀之恩，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样啊！徒儿不敢，徒儿真的不敢了，师傅。老夫我今天高兴啊！这碗酒啊，谁也不许不喝，我先干为敬了啊！我喝完了啊，该你们两个了啊！你这几日干嘛呀？这么高兴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这几天特别高兴啊！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难道你钻到老夫肚子里了？若是你说对了，就算老夫我欠你一顿好酒。你呀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他。嘿，你这老儿啊，生平无子无女，好不容易收了个小雷神做徒弟，又被人拐走了，还不知道死活。嘿，真是天机巧合呀，让你碰上这位小兄弟。你看他眉清目秀，和小雷神相比呀，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为这事高兴吧？好的好的，真有你的啊！你真知道老夫的心事啊！来，干杯！喝，来，还没有问过小兄弟你意下如何呀？哎呦，还想什么呀？这老头虽然相貌不佳，他却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霹雳堂堂主啊！你败在他的门下，以后不会有人敢欺负你的。二位请恕在下，不能拜他为师。为什么？在下与二位一见如故，本想高攀二位，大家做个知己酒友。可是，我若拜在你老门下，那不就成晚辈了？以后恐怕这酒是喝不痛快了。还是小兄弟想的周到啊！幸好没有拜师，要不然过几日老夫也该后悔了。来，我们喝酒。来，这样你少了一个徒弟，却多了一个酒友。值得啊！来，喝。
韩兄弟，我看你已经喝多了，你站都站不稳了。我自己回去。我还想喝，我没喝醉呢。来，兄弟，咱们再干上他30大碗。好。我没喝多，来干！我没多，我都喝了30。我大齐门向来光明磊落，明人不做暗事。虽然他醉了，我也不会这样把他给杀了。小兄弟，小兄弟，老夫没有看走眼呐，你果然是个好男子。没想到你竟然在这儿扶持老夫一个晚上，这是小弟应该做的。小兄弟啊，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。前辈，晚辈有一事想问。你我不必客气，有事只管说。你们五福联盟和大齐门是不是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怨？请问是什么原因？嘿，这种鸟事儿我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，我这心里正窝火呢。我也只是听霹雳堂上一代堂主交代过这件事儿，但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你说有什么仇怨不能站出来当面说清楚呢？就看他其他4府干的这些丢人的事儿，哪像是报仇的样子？真想有一天能与大齐门的人面对面的说清楚，我杀了他多少人就赔他多少条命，他杀了我多少人，我也让他赔多少条命，大家在一起一五一十做个了断，从此再也不要为这件事情牵肠挂肚了。希望前辈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。我一提起这件事儿就来气。失礼了，失礼了。小兄弟，你为什么问起这件事儿呢？晚辈只是好奇而已。这种抽杀之事，还是不要对他好奇的好。前辈说的是。说了半天，我这口都渴了。咱们不管这些鸟事了，走走走，咱们喝酒去。走。平时没见师傅戴过首饰，这会是谁的呢？是谁让你进来的？你在干什么？说话！你还愣在那干什么？出去！赶快给我出去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去挑水去！你呢？看什么看？扫你的地！今天是谁砍的柴呀？这么晚了还没回来！你们个个都是些饭头，是饭头！你是
不是进了师傅的房间？是啊，我是去师傅房间给他打扫的。你是不是看见了一只珠钗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18年前，江湖上有2个人，名头很响，他们就叫鬼氏双剑，也就是咱们的师傅殷仪和他的妹妹殷嫔。师傅他还有个妹妹？不错，当年他们2个人感情很好。在师傅23岁生日那天，殷嫔送给师傅一只珠钗。师傅并不喜欢这些珠宝首饰，却还是把这只珠钗珍重地收藏了起来。殷嫔是个心狠手辣而且任性的女子，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男子，一意孤行，把自己的娘亲给活活气死了。他把娘给气死了。从此，师傅就开始痛恨殷嫔，甚至在别人面前提都不提自己的妹妹，更不愿提起这段心痛的往事。那今天他就是因为……没错，你虽然不知情，但却不小心犯了他的大忌。大师兄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师傅他不会因为这样就恨了我吧？没事的，师傅这个人气过了就好了，你也不要往心里去，以后注意不要再犯忌就行了。那就好了。我想师傅也不会这么小气的。大师兄，谢谢你啊。好。师傅，送你一朵鲜花。小东西，我又不是小姑娘，许我开心啊！哎，师傅，您笑了，您不生气了？嘿。灵儿，你过来。刚刚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师傅，我已经跟师妹解释清楚了，她以后也会小心，不会再犯了。灵儿，你来了这么多天，师傅还没教过你功夫。来，你跟我来。
现你轻功底子不错，怎么样，露两手给我瞧瞧？来，再飞回来。是。灵儿，其实你的功夫很不错，你的功夫很适合我们本门的阴柔的路子。那这本书你留下，以后慢慢练习。谢谢师傅。灵儿，以后练功的时候，身上少带一些其他的东西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唐哥哥，长鬼，没见师傅还没到吗？见了饭菜呀，把规矩全忘了。师傅，赶快坐下，都饿坏了吧？来，赶快吃吧。哎，灵儿呢？有没有看到灵儿啊？啊，灵儿的饭菜帮她留着，你们吃吧。想必是练功忘记了吃饭的时间，快吃。师傅，还没有。起先，我以为今天他练功入了神，而忘记了吃饭的时间。但是，师傅不必担心，可能是天色晚了，师妹一时忘了回来的路。况且无论如何，他也是在鬼谷，绝不会有危险。可是我担心会有仇人来这里生事。师傅多虑了，哪有人敢来鬼谷撒野？话是这样说，可是我这颗心就是放不下来。你马上带几个人再去看看，见到他之后，马上把他带回来。